活在當下是幸福的開始。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出版。紅不喜歡孤單一個製作。我哋上一次睇第一章活在當下嘅時候，佢談到人經常活在過去嘅回憶，或者係未來嘅擔憂想法之中，但係好少會認真咁樣感受同埋覺察呢一刻嘅自己。嚟到第二章，認知脫鈎，自在大師又有啲乜嘢教俾紅紅呢？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咯。上一集講到紅紅嘅當下靈魂重新燃點起嚟，自在大師隨即又見到紅紅另一個靈魂火焰解結，變得越嚟越暗，於是就問紅紅啦：你內心係咪俾好多事情、想法、感受纏繞住呢？呢個時候，紅紅耷低個頭，蟲蟲就咁樣回答啦：我一直都希望得到幸福快樂，可惜現實總係遇到好多讓人難過嘅事情，令我懷疑自己係咪有能力擁抱幸福啊！自在大師聽完紅紅講完呢番說話之後，佢舉起支拐杖揮一揮，自在大師突然變出一列火車，紅紅都俾佢嚇咗一跳。列車開始啟動，自在大師請紅紅細心觀察列車。喺每一卡列車上邊，都載住紅紅過去嘅回憶片段同埋感受。當紅紅想走近一啲嚟到睇清楚當中發生嘅一切嘅時候，自在大師就帶紅紅到列車上方嘅天橋上邊。佢哋企喺天橋上邊，靜靜咁樣觀察住每一個片段同埋感受。然後一卡又一卡嘅列車順住路軌離開佢哋越嚟越遠。同時，紅紅觀察到遠方，原來亦都有其他嘅列車喺城市裏邊漫遊。紅紅頓時覺得嗰啲想法同埋影響冇想象中咁強大，內心變得平靜咗落嚟啦。解結呢個靈魂又重新燃點起嚟啦。自在大師就咁樣同紅紅講啦：好多時候我哋都不知不覺咁樣成為自己思想嘅奴隸，任由佢哋操縱我哋嘅行為同埋決定。原因係我哋都將思想當作事實，將思想同自己融為一體。每當一啲困擾我哋嘅思想出現嘅時候，我哋都會驚慌失措，仲想更正佢哋，消除佢哋，或者係逃避佢哋啊！其實我哋只要學習去觀察我哋自己嘅思想，無論係正面嘅、負面嘅，或者係中性嘅，就讓佢哋喺腦海裏邊出現、消散、再出現、再消散，佢哋嘅威力就會
慢慢咁樣減弱，咁樣我哋就能夠成為自己思想嘅主人，重拾人生嘅主導權。等我哋做自己認為有意義嘅事情，走自己想走嘅路啦。好快脆，第二章認知脫鈎就講完啦。原來仲有第三章覺察的自我，到時你估紅紅又遇到啲乜嘢呢？再見。